可以咁講，接近7、8年，好長嘅時間俾自己去接受。當然你問我喺低谷嘅時候我點樣過，繼續努力啦，捱啦可以咁講啦，因為現實就要捱啦。低谷嘅時候有兩件事，一件事就係你自己個心，第二件係你嘅事，事就係外邊嘅事。係，咁外邊嘅事一定有好大影響。係，因為你個心其實係已經哇砰砰聲，好擔，能量好鎖得好死。當然啦，生意就一定係嘭嘭聲跌啦。我呢時走到另一個空間。係，咁有身邊嘅朋友陪住我一齊去做，咁有香港嘅同事去 support 我。係，咁嗱的確係跌得好慘。明白，跌得非常之慘。冇問題啊，即係業務跌冇所謂㗎。咁你咪即係自己可以咁講麻木地照就做咯，類似行屍走肉。我記得嗰時我喺廣州初頭嘅時候咧，我都即係我哋歸家心切，上嚟廣州開完會做完嘢，我都一定趕翻香港。係，我當時落香港嘅時候係坐啲黑車，咁啊100蚊一個人，咁你就由廣州落到去深圳。佢會喺嗰條廣園路嗰度一路行到唔知行到邊度，突然間拎嚿石頭，佢就可以換個車牌就上咗去嗰條高速。咁你隔離嗰咩人都唔知，其實都有啲危險生命上嘅。係啦。咁包括嗰陣時，我亦都喺順德啊等等，我都有做一啲項目啦。咁真係咁啊傻下攞住個好重嘅手提電腦，咁就喺度過關啦，行上去啦，做嘢啦咁樣。我知啦，我乖啦，唔好搞啦。你要點就點啦，咁啊嘛。